在东突厥斯坦大学校园举行亮剑仪式，要求师生表态，批评那些日益关注维吾尔人受虐待境遇的国家。一名在东突厥斯坦某大学就读的内地学生告诉韩东，2019年年底，学校要求各班级开会，所有学生必须亮剑表态，宣誓永远站在中共政府一边，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校方鼓动师生抵制于2019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压倒性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据卡什大学官方网页显示，2019年12月，该校土木工程学院专门组织会议，批判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一位在东突厥斯坦农村地区工作的所谓援疆教师说，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写抵制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报告，必须在升国旗时灌输给他们的学生。成千上万的土耳其社交媒体账户支持没有忘记东突厥斯坦活动。5月4日晚 ，IHH 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发起了我们没有忘记东突厥斯坦社交媒体活动，以此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同化和种族灭绝。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学者和大学生在内的数千人支持并分享了这一运动。人权组织伊利哈木托合体倡议小组上周发表声明，宣布已将其名改为伊利哈木托合体学院。他们在声明中表示，该学院主要目标之一提倡维吾尔人和汉族和解和和平相处，这引起了不少海外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团体的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该组织的声明不能代表伊利哈木托合体的思想和理想。5月4日，伊利哈木托合体学院主席安内瓦尔江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声明，对他们的声明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他表示，伊利哈木托合体提出捍卫和平相处，但是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我们的目的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介绍伊利哈木托合体，以此揭晓中国当局的真面目。在武汉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中国大爆发并祸及全世界，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索赔呼声和运动之际，路透社5月4日援引几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说，北京目前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其严峻性堪比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民主示威者之后的国际形势。这份报告上月上旬由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交给中国最高领导层，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该报告的结论说，中共面临的国际形势之严峻，是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抗议者以来所未见的。报道说，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武汉病毒疫情大流行，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中国浪潮，北京需要准备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最恶劣情况，也就是1989年以来最为恶劣的国际形势。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委会共和党领袖迈克尔·考迈尔与6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函教育部长贝蒂·迪沃斯，要求提供中共对美国大学和大学投资信息，进一步实现其战略和宣传目标。考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为恶意目的渗透和影响美国学术界的努力，包括窃取技术和控制学术研究。尽管本级政府揭露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中共不断进行武汉病毒误导报道，再次对中国与美国大学之间未公开的财务联系所构成的威胁敲响了警钟。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遵守联邦公开信息之规定，并保持与中共关系的透明度，以便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这一威胁的程度。我期待着与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合作，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